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4月13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4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例注 AZ 疫苗副作用较严重，4月底要开放自费疫苗，嘛受到外界质疑。中国昨派出25台军机飞来咱国空袭，是有史来上接的一天。专家讲，中可能要做海空演训。日本政府决定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产生的废水透报了后，排入去大海，咱国表示遗憾。新闻一开始来看，今仔日咱国内增加4例境外移入新冠肺炎的病例，另外国内已经有25000多人有注 AZ 疫苗，昨先增加15件不良反应的事件，其中有2件较严重，拢是20外岁人。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我们有新增4例的境外移入 COVID-19 的病例，那是来自孟加拉、菲律宾、伊索比亚跟爱尔兰。昨天是星期一那它的接种人次是1181，那回补了43位所以总共目前累计的接种人次是25882。有关疫苗接种后的不良事件的部分。那昨天有新增15位其中13位是非严重的不良事件，那有2位归到这个其他疑似严重不良事件。那新增的2例的部分，一个是20几岁的女性，是在接种后有发烧、头晕、头痛、肌肉酸痛、呕吐、拉肚子而就医，那目前症状已缓解并出院。那另外1例是20几岁的男性是接种后有头痛、疲倦，那注射部位疼痛、腋下淋巴肿大、嗜睡，那目前症状也是已经缓解那这是。再来看，疫情指挥中心之前宣布讲，上紧7个月底会开放，予准备要出国的民众自费来注疫苗。也毋过外界是质疑讲，国内的公费疫苗的制度，目的是要保护咱国内民众的健康。怎么是叫有需要民众家己出钱来注？防疫协会是批评讲，这并无合理。国内第一批固定 AZ 新冠疫苗注射率不如预期，为赶紧注的速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之前释出信息，上紧4月底就应开放有出国需求的人自费来注。目前正咧拟定收费项目甲介绍，不过即马就外界质疑，对比世界各国大部分用公费做法，国内公费疫苗确实各向民众收钱，员工是820倍。你对外国人去接种疫苗的时候，你可以让他收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用纳税人的钱去给纳税人接种疫苗，竟然还要叫纳税人付钱，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这个犹如一条牛扒了2层皮。医师表示，确实政府将公费疫苗提出来做自费来做，可能有法律的证据。那假是要开放自费，也应该将其他品牌斗阵纳入，因为这是一种商业行为，应该交由厂商家己引进。尤其未少民众想要自费注，无一定是 AZ 疫苗。而且即马全球大部分的国家，只要有经济能力，疫苗拢是公费。会增加这个行政的业务。第二个呢，对民众来讲，公费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一点的。如果要自费的话，要打的人可能会减少。所以我想效果会比较差。医师强调，除非个人是疫区转来造成防疫负担，民众采检爱自费，因为伫传染病防治法58条有规定，主管机关对入出国境的人员爱实行检疫或者是措施，而且爱征收费用，有法院的背书。不过注疫苗都无同，主要是爱保护个人健康。若是个另外向有需求的民众收钱，因讲是食老百姓教教。记者综合报道。昨有外籍县市首长带头注 AZ 疫苗，今仔台北市长郭文德甲新北市长侯友宜行程嘛拢满。因是讲注射了后无啥物问题。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讲，伊的精神嘛是真好。也毋过台中市社会局的局长彭怀珍今仔是发烧请假，嘛有人畏寒畏热的情形。桃园市长郑文灿是讲，伊的情况是真好，嘛讲应该无需要有疫苗假。透早约袂9点，台北市长郭文德赶要去开市政会议，昨才打注 AZ 疫苗，敢有感觉身体无爽快？郭文德迄天暗时就伫咧人面册铺文讲，伊无问题嘛无发烧。面对媒体的探问，伊敢有简单的回应。也没有说好不好啊？没有任何还可以上班呢。
同款带头注疫苗，还佫有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中和分队的工程落成典礼，看到精神袂歹，伊比一个 OK 的手势，讲伊家己身体状况是无问题。昨天打完以后，我还是继续打，到家也相信那一切都好。台中市长罗秀燕回应讲，疫苗注了，伊无感觉任何的无爽快，精神嘛真好。不过其他注疫苗的局长甲处长情形就无啥共款。社会局长彭怀珍发烧请假，经发局长张宏源、环保局长陈宏毅、建设局长陈大地是感觉无啥爽快，不过也有法度上班。绝大部分首长都反映说，他们有发烧、发冷，或者是酸痛。或者是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我想我们的市民朋友那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跟需要来进行施打。我们是鼓励说施打疫苗之后3天要多休息、多喝水。那目前我是没有感觉到需要疫苗假，目前状况是蛮良好的。桃园市长郑文灿疫苗资料是照常走10外个行程，伊讲伊体温正常，嘛无头壳痛、发烧的现象。当在住的局长甲处长情形嘛拢是真好，伊希望注疫苗的普及率会当搁较悬，有搁较大的防护力，嘛相信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因为安尼无需要疫苗假。记者综合报道。咱个驻美代表萧美琴甲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双方之前有见面，萧美琴嘛邀请庞佩奥来台湾访问。外交部今仔是强调讲，不管是现任还是进前的美国官员，咱拢真欢迎。另外，日本政府今仔正式决定讲，要甲福岛核废水透报了后，摆入去海里。外交部是强调讲，咱国长期拢有关心这件代志，嘛已经有表达咱国内环保团体的疑虑了。依据民国103年，台湾跟日本之间有一个核能管制资讯交流备忘录，这样子的一个互惠的精神，及早将这个本案的研议的结果跟处理的方式要通知我方。此外，外交部我们之前也已经将我国环保团体的相关专家的相关的忧虑也转达给日方，并且要求日方要正视各界多元的意见。日本拍算在2天后会开始来排放核废水。美国国务院表示讲支持日本的决定，也毋过这事件敢会影响到咱国开放福岛核灾食品。外交部是表示，政府一向拢是以保证国人食品安全为主，来配合食安机关的专业判断，会佮甲日本方面来继续沟通。日本政府今仔早起正式决定讲，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产生的有湍的废水透报了后，排入去大海哦。日本福岛的民众佮渔民拢强烈表达反对，咱国的原林会嘛表示遗憾，嘛讲哦已经有向日本方面来表达咱反对的立场咯。下早8点里，日本总理大臣官邸举行的这场阁僚会议，正式决定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含湍放射性废水排入大海，废水会防透风报到日本国家标准的1/40，甲世界卫生组织应用最标准的1/7浓度。原能会进前已经交付反对海洋排放的批予日方，对这个决定表示遗憾。先前我们原能会就表达过反对的立场，那基于今天日本阁僚会议已经正式做成决定，然后我们原能会表达遗憾。日本政府伫正式宣布进前，福岛当地渔民甲居民拢已经强烈表達反對，有日本民眾甚至前一天就來到總理大臣官邸外口來抗議。日本だけの問題ではなく、巡り巡って全世界全部汚し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ので、もうこれは子どもたちに。含湍的废水估计2年了后来排放，但排放的深度、季节等等拢还未说明。原能会表示，现阶段阁真歹评估流到台湾附近海峡的时间，但过去捌评估过，若放射性废水为福岛自然排放，大约7年到8年会接近台湾。目前已经离台湾沿近海甲周边的海峡建立33个监测点。一些比较近海跟远洋的部分呢，我们也会根据也许是这个渔场啦，或者说这个重要的这个环流的这个途径里面，都会设这个取样点。
日本政府的决定嘛，引发国内外环保团体批评甲抗议。原能会表示，若日本无顾到邻国的反对来排放，希望日本会当做好，包括公布伫台湾附近公海内底海水甲海生物放射性活动的变化，嘛伫2年排放准备的期间，提供官方对东电执行方案的审查进度甲结果。记者林王兴中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昨派出25台军机飞来咱国空域，是有史以来上接的一天。专家分析指出，可能是因为美国罗斯福号的航空母舰甲中国辽宁号的航空母舰同齐出现伫巴士海峡的海域，这应该是中共解放军会进行海空演训。国防部证实讲，中国12个派25架军机侵扰台湾，包括运8、空警500、轰6K、歼10甲歼16等机型，是过一日出现上侪架的记录。美国国务院对这件代志表达关心，也呼吁北京停止威胁台湾。有专家分析讲，因为美国的罗斯福航母和中国的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同时间伫巴士海峡现身，中共可能当日进行海空的训练，演练攻击美国的军舰。这25架次的军机，它包括反潜、空中预警，还有海上打击，分布是在高空、中空跟低空层都会有，再跟辽宁舰做一个海空协同的打击的演练。苏志芬表示，空警500功能是要弥补军舰战斗群对空中监视能力不足的部分，这代表目前解放军的军舰也需要军机来暗号协助作战，是属于敢若有沿海地区投射能力的绿水海军，不是通远征作战的蓝水海军。苏志芬也指出，在今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年之前，按算中共会愈来愈接军事演练，伫美军入来台海区域的时阵，会用军机巡逻表达不满。数量已经改变了，因为质变，它不但在西南空域，也到东南空域，然后由变态一种个案变成一种常态的现象。F-16V 也购改了，已经要成立了一个联队，啊，都有相当的大的一种战力，有必要在这一方面，我们空中也要有应对，不是只是广播驱离，也不是仅是防空飞弹追踪监视而已。而有更进一步的这种更积极上的军事上的作为。张延廷认为，面对解放军的威胁，咱国的国军会更加积极的保护领空，加强威力侦查手段，才通对抗中国军机的侵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际新闻，英国政府伫12饭点第2阶段解除封锁，开放一寡店头、公共场所、酒吧、餐厅各户外空间，英国已经有超过60个人拢有注疫苗了。过一日的病例，各有死亡人数已经拢真少了。所以对12开始解除封锁，开放一寡户外所在会使食食。发生社是统计，欧洲破病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人，其中60个死亡人口拢集中伫英国、意大利、罗西亚、德国佮西班牙这类国家。法国甲意大利嘛已经宣布实施全国性的封锁，德国嘛打算要来实施愈较严格防疫措施。目前国际上是拢真欠缺晶片，美国白宫昨召开半导体供应链执行长的视讯峰会，包括台湾的台积电、佮英特尔等19间企业拢有出席。美国总统拜登伫致辞的时，嘛望讲，每一个厂商拢会使来积极来帮助美国推动美国晶片的产业。美国白宫12中昼开半导体甲供应链顺性执行长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针对半导体产业的研发甲产能的提升，美国无应该比中国甲世界其他的国家较落伍。I've been saying for some time now,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not waiting, and there's no reason why Americans should wait. 拜登伫会议当中鼓吹3月底提出2兆3千万美金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晶片嘛是基础设施之一。会分配到500亿的美金，嘛强调讲已经收到参众两院56个下党派议员的批，因会挺美国晶片制造计划，而且因认为讲美国伫咧研发甲制造的方面，都要持续加强竞争力。Chips like the one I have here, these chips, these wafers, are batteries, broadband. It's all infrastructure. This is infrastructure. So look, we need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of today, not repair the one of yesterday. 全球欠晶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疫情，地区远端的工作甲教学的需求大大增加，嘛带动电子终端产品的需求，包括家用的游戏机、智慧型手机啊等等的产品。另外，晶片欠缺嘛严重影响到汽车的产业。12个会议除了拜登以外，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甲美国商业部长拢有出席。那企业的方面，包括台积电、三星、Intel、通用、福特等等的大公司嘛拢有参加。专家指出，拜登无法度互大部分伫亚洲的晶片制造商，尤其是台湾，提供更较侪晶片予美国的汽车产业。不过可能会透过甲亚洲晶片的厂商施压，而且提供税收等等奖励的方式，提供关键的零件予美国。因为 Intel 12嘛已经答应讲，会甲部分的产能改来做车用的晶片，目标是要伫半年至9个月内开始生产，希望会当解决因为晶片欠缺，致使美国汽车产业生产线断电的问题。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来看洛西亚的圣彼得堡有一间已经有180档历史的工厂火烧，这个工厂是当地正珍贵的文化遗产哦。这场火唔但甲这个古迹烧了，嘛造成一个消防人员死亡，2个人重伤。火一直自建筑物内面冲出来，俄罗斯第2大城圣彼得堡的天顶规片拢是乌烟。消防单位出动350位消防员来拍火，也毋过因为风正透，增加拍火困难。火强要烧到工厂外口的树下，附近的社区40个人被撤离，导火面积扩大到1万平方公尺。厂房的厝顶有真侪所在拢已经放弃。这间有180年历史的工厂，也是政府2002年列做文化遗产的重要地标。所在是一个内华河边，建筑的历史会当追溯到1841年，不是19世纪俄罗斯上大的纺织工厂。地方的媒体报道。这间工厂是英国公民所产，家己几落后生伫咧遮成立。这间公司的产品，捌伫1900年伫巴黎世界博览会摕到最高荣誉奖。苏联时期受政府援助，1992年私有化。这几年工厂有部分区域依然伫咧制造纺织品，其他的区域是出租做办公空间，或者是放伫咧远。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根据俄罗斯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这间工厂3月16做消防安检的时阵，被查到9项违规，包括自动喷水系统、火警系统加排烟装置拢无及格。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第5届健保会委员的名单已经公布，健保会负责分配健保拢总800亿预算。早起民间团体开记者会批评讲，健保会委员内底无基层医疗的劳工代表，讲要改革根本拢是假。换汤不换药，健保会拿翘。花口河抗议健保会无组织基层请薪，因为这种健保预算将近8,000亿。上新的健保会委员名单进前公布，互民间艺术团体批评入选的39位健保会委员拢是假，而且基层的医疗劳工代表连一项拢无，如何改善血管医患劳问题，根本是拍假球。没有第一线的医疗劳工进入健保会，那血汗劳工的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今天那些学者专家，他不是临床第一在服务的人，他根本没有切身之痛。对啊，他有时候提出来的政策非常天马行空。另外，艺术团体也提出健保法修法草案，希望终止万年健保会。除了要求健保会所有会议应该开放旁听、加媒体采访、全程公开透明。健保会委员也应该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了后任命。而且，健保会委员应该比照立法，每年做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所有的公开透明哈，包括财务的监督预算，尤其在台湾面临老人社会下哈，这个如何支出每一分钱哈，其实大家全民也都必须要进行监督。艺术团体强调，会请立委伫立法院提出健保改革3.0草案，让全民健保真正被全民监督。不过到中昼这个为止，卫福部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铁德鲁格号事故，台铁局对包厢当事原则来申请加扣押，法院嘛已经许可了，当事原则部分的财产互法院查封，也毋过有一寡长的进行到一半的工程，亲像是水港公路、花莲的东大门、夜市啊火灾段、中建等12项的工程，是要安怎办呢？嘛，互花莲县政府正伤脑筋。为着厘清4月初2德鲁固自强号事故，李义祥甲好的证词，花莲地检署早起搁一届借提2个人去证实，检察官嘛请法律辅助律师来到3工。那今天特别是什么？说是他开完再说。
他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吗？没有，好，谢谢。承包这个工程的东西营造，因为去互法院查封财产，下底的12件工程全部拢发动点，其中去到一半的水港公路，在地民众是上界烦恼，唔知这个唯一一条对外的车路是要修理到伫当时。现在就没有人来处理那些路段，那假如说真的发生什么意外，那这谁要去负责？东大门夜市啊，进前发生火灾的所在，中间的工程嘛冻点，这会当啊知影承包商就是东兴营造，是拢惊一条。这个也是东兴的，完了。那对这边的商家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啦，像这样没有完成，做到一半的话，那怎么办？花莲县府表示，东兴营造最近3年拢总有12件标案，初步清查会当分做当地的时间，已经完工还未验收，还佫有标着还未开工3种。虽然工程冻点，因为有拍契约，袂当凊彩找其他的厂商来替手。目前当地的研究要安怎处理？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施工下去的话，我们一定要找其他的厂商，那找一些我们府内的采购单位，还有这个法制单位、法律顾问要研究一下。那依契约，那依相关的采购法的规定，我们后续要做什么样的处理？根据县府的资料，为2013年到今，东兴营造标着的工程，拢总有15亿9千万，占整体的8%，包括193管道、挂宽道第1工程、太平洋倒花6万的计划、太巴人祭拜大埕、部落野站等等，拢是东兴营造标着的。目前银行假扣押的金额是8亿2千万。记者综合报道。德鲁库事故卫生福利部有设一个捐款的口座，之前嘛已经有开第1届的委员会议来讨论这笔钱是要安怎用。目前金额已经超过8亿，处长李丽芬是强调讲，一定会专款专用，部分的钱会用来做心理辅导。泰鲁格河事故造成49个人不幸死亡，卫生福利部设立捐款小户，截至10月为止，各界的现金捐款有33万218笔，8亿1410多万。为了管理甲监督捐款，卫生福利部组成捐款管理甲监督委员会，处长李丽芬担任召集人。12日开头一遍委员会议，公布委员会成员包括交通部、教育部、外交部、内政部这单位，也邀请5位社会公正人士、新闻家属代表参加，外界我那加注意。一旦有推举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赶快的聘请他们来担任我们的委员。我有2位，我们有两个名额哈。李丽芬强调，捐款公开透明，专款专用，运用范围针对着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亲像提供辅助金，予因必要的支持、医疗补助这一部分。针对全民健保给付，也有代替的治疗以外，后续所需要的福建辅具，拢会提供医疗协助。若是家庭因为事故无法度提供囡仔读册经费，原来会予因教育协助。捐款除了罹难者家属受伤的人，连现场看到旅客参加救灾民众，原来会予因心理抚慰金。23岁到45岁。好，其实占了一半，好，大概有25个人，好，那我们是从这个年龄来判断说，他有可能是家庭一个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哈。目前的爱心捐款已经超过8亿1000万，委员会经过评估，初步规划认为捐款金额会当满足需求，捐款期限会提早到10月结束。李丽芬表示，委员会每礼拜拢会开会，邀请12个县市代表参加，确保捐款会当确实用在需要帮助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人口去年减少46000多人，只剩无到300万的市民，创23年来的新高。有台北市议员就质疑讲，台北市少子化、人口流失真严重，也毋过市长郭文德拢无提出相关的办法。民政局长是回应表示讲，因为台北市的厝价上过高咯，才会造成人口外流真严重。台北市这几年连续几啊年人口负成长，台北市议员批评台北市府无作为，将人口红利开了出现脱北条。台北市民政局表示，主要是厝价上过高，因为房价的关系，所以人口开始减少。那新北市的福利政策也是跟台北市的福利政策已经不输台北市，所以大量会往这个新北市来移动了。根据台北市民政局统计，台北市去年流失人口差不多4.62万，创17年来上严重人口流失情数。其中副成长行政区以信义区6.3%上济，第二是艋舺区副成长6%，台东区5.6%。到今年1月为止，台北市人口数是259万7635人，创23年来新高。
不过学者认为，这是台北市成做大都会区必然的现象。这是一个城市慢慢发展为一个大都会的一个过程呐，好，就是最适化，好，它也不会一直扫下去，啊，工作还是在这个地区吧，好，那工作的话就是商业活动，啊，商业活动、经济活动基本上就是有帮助，好，对整体的总体经济是有正面效益。另外，有学者认为，只要台北市商业发展无下降，目前台北市居住人口数对台北市发展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台湾的重要产业还是集中在北区啦，它外移的人口大部分可能都还是在台北市的邻近的地区嘛。桃园高铁站附近，你也是20分钟就可以到台北市，不管是我们的上班的地方，还是你的这个消费，你还是随时可以回到台北。台湾烦恼人口数变少，税收对减少，而且丢失的拢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口，是台北市真大警讯。不过学者表示，福利、交通、厝价这因素会让台北市人口散鱼。不过居住人数变少，并不代表工作、消费人数会变少。短期内台北市优势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鱼池节林班地，昨下晡4点火灾哦，火是个愈烧愈猛，昨暗嘛伫要烧到附近的鱼池国中，校方赶紧通知学生啊停课哦。南投林管处是表示，早起空勤直升机嘛伫空中会拍火，目前是还未完全拍花。另外，伫信义乡的双龙部落附近嘛着火，今仔透早才拍花。可花遮尔严重，火灾阁一个接一个，真正是无米兼轮月。山坡顶清楚阵阵的浓烟，远远一看就敢若亲像火山爆发。南投鱼池国中后壁林班地，12号下晡庆祝大火，伫风势助长之下，暗时已经延烧到校园的后壁。先下车，这没办法。现场竟然布起水线，一面来开辟防火线，火势方向转往山顶。不过为了学生的安全，校方宣布全校6个班级113位学生13号当日来停课，到即晚只是伫学校来待命，避免学生因为好奇，然后呢可能发生一些意外。可能火势真的完全熄灭后，我们会做环境的一个整理跟检视。13号上午，空勤的直升机嘛出动，为着要弹出水前往现场来灌救，地面嘛出动人员进行地毯式的扑救。不过火点伤过济，现场人员要救嘛是相当困难。本位，注意火势。第一架次空勤呢也来协助空投这个灭火。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空投了13架次，所以呢，目前的在火的明火方面呢，已经明显的被压制了。南投林管处表示，现场燃烧超过11公顷，因为地势真惊，有的所在人员无法度到位，相关人员以防火线来控制燃烧的范围，搁在进行小范围的扑救。目前搁在进行当中，伫南投信义双龙部落边仔露水溪河花，12号暗时嘛庆出大火。竟然使用人工拍火的方式，火势一度受到控制。不过，选伫13号凌晨又烧起来。刚才发生的地点主要是伫河岸地，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公山一间粪扫场，昨暗嘛火烧，红山林务顶11个区拢有闻到臭味。也毋过哦，昨暗环保局是伫面册强调讲，有伫现场来监控空气的品质，并无问题。环保局解释讲哦，并无验到戴奥辛等有害的物质，目前嘛阁继续的化验，也毋过嘛已经先对这业者来开出500万的罚单咯。火焰事件团公山这位粪扫 MI 场12号暗时火警，消防队出动29个人，暗时9点控制火势。但所甲臭味却一路为下风处吹。第一个冲击的是燕巢区，暗时9点到11点左右，伫23公里外的红山嘛闻到臭味。林武、南马溪、大社等等的11个区域拢受到影响。哦，非常臭，又非常恶心，好是真的是在垃圾烧起来的塑胶味，是有一点恶心呐，真的非常恶心。瓦斯有开火或是什么，结果他们说全部外面都有听。就有闻到这个塑胶味，大家都在闻，一直在打电话。民众讲这味亲像塑胶，甲亲像瓦斯的臭味，有人闻了想要吐，有人烦恼是气体漏泄，惊搁再一届是气爆，规条街的人拢在找源头伫倒位。手持式的这个无用气体仪器，跟所谓的 FID 仪器做现场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监测，那是都没有测到这个所谓异常的化学物质。
环保局表示，空污小组第一时间用机器伫4点进行100公尺，还有下方2公里的所在监测无污染物，也是异常的物质。空品的测站嘛显示空气是普通，不过这个讲法引起民怨。有人质疑味这么臭，哪有可能空品是普通？爱环保局唔通换伫另外一个高雄市。环保局回应，其他下风处另外用更平来采用送互检测公司来分析，等咧等待结果。目前嘛先以空污法来罚业者500万。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再来看桃园的观音区哦，之前有一个查某人骑倒摆去弄到路边违规停车的轿车绊倒，佮互大货车搞过，当场就死亡。大货车佮这个驾驶的，佮这个轿车的驾驶是拢无啉酒，警方是以对过失致死罪，甲驾驶上班。警方嘛呼吁民众哦，千万唔通违规停车，造成危险。监视器的画面翕到12早起9点半，桃园观音区一个姓廖的附近人骑乌倒摆，无说2 km 就停伫路边的轿车，报道了后，煞去互西港向的一只半拖的正链搞过，这个骑乌倒摆的附近人是当场死亡。廖姓妇人不慎撞上路边违规停车自小客车，廖姓妇女倒地后，遭同向行驶的大货车右后轮碾过头部，当场死亡。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赶去现场，发现这只轿车虽然停伫白线内底，不过也是属于违规停车，而且这只车还佫停伫消防栓的边啊。若有紧急的状况，恐惊会影响到救灾。因若警方嘛针对货车，还佫有这只轿车的驾驶做酒精的测试，酒测台拢是0。目前依过失致死罪，甲这2个驾驶移送侦办。详细肇事原因能待后续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路况。机车骑士应避免与大车并行行驶。警方提醒民众，伫白线内底停车也是有美角。根据道路交通规则第111条的规定，汽车临时停车应该伫车辆顺行的方向，尽量停往正面的路边，正面的前后链外口是，离正面的角度要60公分以内。若伫12路口，甲公车牌10公尺以内，消防栓甲消防车出入口的5公尺以内，拢袂当临时停车。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科荒严重哦，来看台南真出名的宗教圣地赤山龙湖岩，10公顷的湖已经打底了，鱼仔佮虾仔拢死了，情况是真惨。放眼看去，绿水的湖水搭配100年的老庙，清幽的环境，让这间老庙香气不断。台南6家赤山龙湖岩，相传是明朝郑成军大英化所起，大约有3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近期因为旱灾，嘛互庙外口广达10公顷的湖拢看到底，土壤嘛因为无水逼开，鱼仔甲虾仔是拢死亡。乡客讲从来无看过这款的景象。真少，那像安尼食渣啦。迄阵拢小可尾啊，还佫吹小可水啊，即个拢大家啲拢含臭拢发出来啊。有啊，这规较早是水规片的，拢甜满满的，在甜的。前个礼拜还有啊。啊，这个礼拜都没有了。他们说希望说赶快拜，讲引起落水落雨啊啥。哦，大家嘛求菩萨咯。旱灾无水，互人头痛，但是还未实施限水的台南市区，是因为配合南铁地下化管线改迁的时间，包括林德东西区、南区、东区4个行政区，13号上午9点开始停水，影响大约23000多户。小姐真有名的店家嘛提早收单来营业，嘛有人因为近期旱灾的威胁，是有意识先欠水来备用。水卡的水今天还可以升。对，升到下午就没有了。到下午就没有了。对。可能到下午就要打烊了。对。就是擦桌子的啊，洗一些气味这样子啊。这里要撑2天吗？对。自来水公司嘛设置15个免费的临时储水点，不管是提供白无落雨，也是因为时间原因无水的生活对民众影响是真大，嘛是爱呼吁欠水的时刻，民众爱加节约用水。记者郑混淡报道。目前桃园石门水库的水位嘛真低，附近强要岛的民众出入嘛拢受到影响，船只无法度靠岸哦，所以水路行袂通，也毋过哦行山路时间要加半点钟到1点钟。当地有民众是希望讲政府会使来斗3工。国内欠水，石门水库的水位也一直跌。12暗11点上新的统计，石门水库水量只敢若剩30%，毋但影响民生用水。阿母坪码头对外经武岛的居民也受影响。普通时出入拢靠坐船，即马因为土沙变多，强要无法度坐船登去。
我加落去就这都袂当过啊，我们袂当过啊。可能再2天吧，再2天就没办法清了。啊，没办法进船，没办法过，都是泥巴。他们救护岛就要从后山走到半个小时、1个小时吧。所以时间差很多。不然这边过去差不多5分钟就到了。准河路公园客调会无法度扩化，经不到的居民若要转去行水路只要5分钟，讲是水路若袂通行山路，就要加开半点钟到1点钟。当地居民用冰土机伫咧水库下骹的空地啊，为 SOS 3个大字，希望祈福到3天。要回家的路总是要给我们回家的路啊。不要说我是赤桶公民或怎样，你们似乎你们都不知道说我们这边还有10几户的人家。伫遮10几户的居民，交通、食物、水源补给拢出问题，真侪人只好先搬出去。我打算明天就走了。我可能要出去大对吧？对啊。要到大。囡仔呀。囡仔呀。灌手逐工清，又按赶袂赴水提速度。居民批评讲，市府伫咧3年前为着要吸引游客，拔起一条观光便桥，不过即马却连一条互居民登记的便桥拢无。希望市府伫咧枯水期会当设一条便桥，互因有一条会当登记的路。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是全国第3大的摩亚山区哦。虽然今年的调高率是比以早还悬，也毋过可环影响摩亚农学细粒。人讲一粒一粒板哦是真食力。台东县的地上乡农会就推出办摩亚的行程，互观光客来帮农民斗收成哦，一减2个，来嘛做伙来了解。台东县摩亚即马长大出，地上乡450公顷的摩亚树结满果实。梅农讲，今年年初拄着一波煞一波的寒流，梅仔花开甲真好，授粉期阁拄着雨水落得少，结果率提高，农民预测产量会增加。也毋过伫结果期需要雨水，煞拄着天气大暑，雨水不足，果实济，也毋过真细粒。比较小，因为没有雨水，没有这梅子都很大粒的。农民讲，虽然果实细粒，但是袂影响到品质。只不过原本大粒果会当用滴果来大量采果，即马煞因为果实变细粒，颠倒需要更加侪人力手工来采果。农村的人口老化，慢梅仔工人歹找，可能增加慢梅仔人力成本。以前我们有梅子的加工厂，对，所以它的梅子的产量是很大，只是因为人口老化的问题，就变成说那些年纪大的他没办法再去采梅子。地上农会为了帮助农民节省成本，推出慢梅仔的旅游行程，予游客来梅仔园斗3天采果，体验梅仔为采收到成好的流程。游客算甲欢喜，原来会当缓解慢梅仔人力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县4号3条轮海水浴场，去年底成立婚林国际风吹冲英学校，是全台湾唯一有经过国际认证的学校。今年4月份开始正式招生哦，要利用大西海口的环境优势来培训经济的成员，未来嘛要来成立观光园区，来省国内外的观光客。来到4号3条轮海峡，海瓜沙洲甲海边一带是有风无影，正适合练习风吹出影。加上风场的条件，一年当中上无有250天伫咧透风。云林县政府伫去年底伫遮成立国际风吹出影学校，今年开始招生培训成员要来推广。那我们未来3条轮就是打算以这样的一个海洋的探索、跟海洋教育、跟水上安全教育作为创生的主题。那我们也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国际的一些喜爱风筝冲浪的一些年轻人呢，来到云林3条轮这地方。云林县政府计划处表示，对4月开始，国际风吹出影学校正式招生，目前已经有不少人报名体检。县政府搁伫4号乡3轮国小设一个海洋教育中心，提供免费的水上安全教育训练，让学生囡仔会当有水上运动的安全知识。鼎湖国小、3间国小的暑假的水域安全教育活动。已经编排在7月份，4天的游泳池课程，1天的开放水域课程。计划处表示，4号乡伫云林的海边啊，过去是以传统渔业为主，今要加入地方创新，希望用风吹出影，吸引国内外一寡爱出影的人来到4号遮佚佗。未来会打造一个有休闲、宗教、渔业、教育的观光园区，希望会当带动地方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政府宣示讲，2030年要来正做双语国家哦。教育部嘛按算讲，今年的8月份开始，要分3阶段来推动高教双语的环境。大海硕士甲博士班哦，有1成专英语授课，大学部有5%，第使来提出申请，教育部就会予大学补助。10当前为美国回台彭元基到文化大学法律系教册，为着栽培学生到国际法庭辩论，伊伫硕士班甲1年的国际公法这个课程，用全英文来上课。可能全班70个同学里面，大概就5个同学他能够跟上就是完全全英文。那有一部分同学是听不懂，那后面的同学可能就根本就很难去吸收这样子。学士班的学生大部分拢对袂着阵，经过半档以后，彭元基改做先用英语上课，再用华语解说。不过硕士班人数少，英文程度也较相像，所以咧推动全英文上课也较无问题。那我们在跨领域里面，我们希望有一些是全英的课程。我也不觉得说任何一个课程都必须用英文来授课。文化大学认为要推动全英文上课，就要以学生的程度分配价，再来豆豆加强。各大学也有家己的方式。高雄的中山大学2019年确定，要伫今年8月推动全英文上课的10档计划，透过增加外籍教师等等的方式，要伫研究所至少开出6个全英文课程。若大学部就有部分的通识课程爱用全英文上课。那我们目前每一年的通识教育全英文的上课有20-30个，今年9月进来的大一新生，我们就有电机系、跟机械系，还有化学系是全英文上课。教育部规划3阶段推动高教双语教育，若是全英文的课程达到一定的比例，就会提供补助。中山大学校长讲会提出申请，期待有更较侪经费，提升双语环境甲学生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市国小为了要庆祝创校100周哦，特别举盛会示警旗号，嘛召集社区的民众来斗热闹，和学校的庆祝活动，真做是社区的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一群学生入庙林诚心参拜，因长明灯的火甲火把点互倒。这毋是新明示警的活动，是云林市国小100年校庆的活动。因为是学校创校100年，所以专工办盛会示警旗号，嘛邀请乡民做伙斗热闹。我从参天宫走到瓦城府的保安宫，我觉得这趟生活绕境很好玩。因为参天宫是苏澳乡的信仰中心，来这因长明灯的火，就是希望苏澳乡甲学校拢会当一切顺遂。参天宫对我们素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那这次选择用参天宫的长明灯作为母火，也是希望能够一直把四五国小的精神一直发扬下去。经过时间的洗礼，我们缅怀过去光荣的传统，我们也希望策立未来希望下一次的100年能够桃李更芬芳。盛会示警活动了后，学校阁有办各种比赛甲展览。校方表示，团盛会仪式代表学校历史的传承，希望这个活动会当把所有国小的精神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柑仔店是愈来愈少，便利超商是愈开愈多。来看台南西港哦，有一间开卖1架子的柑仔店，高单阁有真侪人拢会去交关。这个柑仔店哦嘛，保留侪在地人的生活记忆，是真有人情味。充满古早味的柑仔店内底，毋但有生活用品、饮料甲脆食物，买啊啥拢有咧卖。虽然即马侪柑仔店拢已经互便利超商讲倒啊，毋过即间伫咧台南西港的柑仔店，犹原伫遮徛在，已经伫买1架子啊。我小月就8档啊，希望出衫，咱就说去卖衫，应该淘汰淘汰，应该买嘛是爱去买。无你希望来了，像迄阵咧牛咧用面光故事，迄种无咧卖啊，咧无牛啊，卖衫啊，迄就无卖啊。细间仔的柑仔店，无大的冰箱，嘛无偌先进的设备，毋过头毛已经白苍苍的头家，犹原真用心伫咧换即间店面管理遮的商品。这也是真侪居民上深刻的在地记忆，一直到当嘛是拢会来遮交关。这个柑仔店吼是我细汉的回忆。我上爱来遮买物件是吼，除了买这物件，遮佫有迄种咸酸甜啊，佫有迄种柑仔糖啊，我拢最爱食。所以这里吼是我最甜蜜的回忆。便利超商愈来愈普及，这款古早味的柑仔店是愈来愈好经营。
毋过伫咧西港后营这淳朴的草地所在，头家也是继续拍拼经营这间柑仔店，希望保留这过去农村社会光景甲在地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全新的电视电影《金睛园的秘密》4月18日播送，这是一个白色恐怖时期同性恋的故事，带观众朋友来大声看。金睛园的秘密，招大家来看。以美丽岛事件做背景，讲理同性恋的故事。4月18暗时8点，就要伫公司台语台来播送。公视台语台作为开台的第一个制作一个自制节目，我觉得，当然要有最进步的思想放进来啊。台湾有足侪马来西亚的调性，来台湾这片土地，嘛发生足侪故事。这出戏当中，两个女主角分别是台湾演员丹吴，甲马来西亚演员刘倩文，卖伫戏中用台语来演出。我家是广东人啦，所以来台湾之前就完全一句台语都不会讲。那为了这部戏，就开始学福建话加台语的亏靠，像是 hip 熊这个 hip 这个字，我也就是有一些发音上面，有时候会觉得很不习惯。主要参台湾有关的、参咱土地有关的故事，拢是阮未来台语台要翕的戏剧。不管倒一方面的期待，阮是希望讲台语台是多元化。台语台戏剧品牌台语有影要用台语来讲故事，让台语脱离传统的刻板印象。李东熙表示，未来会有更较侪影视作品来推测，用台语甲台湾的多元性呈现出来。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环保团体捌调查发现，讲有7成的海洋废弃物拢是食食造成的粪扫、饮料的杯仔，也是便当盒仔。环保署举办的环保设计比赛，今年的冠军是一名大学生，伊用纸凹出来的纸杯仔，望讲会使来取代塑胶饮料杯仔，那么做回来了解。休困时间来一杯手摇的饮料，会当讲是咱生活中正日常的代志。毋过这的容器大部分拢是塑胶做的，顶悬也有塑胶膜也甲挂，较会造成海洋甲环境的负担。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有大学生想到这个方法。利用一体成型的纸杯，然后减少了塑胶盖还有封口膜的浪费。是它的印刷是一体成型的，然后就是当我们制作饮料把饮料制作完倒进去之后，其实我们只需要轻轻这样一转的话，它就可以完全密封起来。它也可以用在那种外带餐盒上，也可以这样使用。顺着纸的凹痕一个洗一个，就当将纸杯封起来。想要插塑管，也是凹做爆米香的饮料杯，完全是一体成型。简单的设计要改善饮料产业的缺失。这种的想法得到今年度环境关怀设计竞赛第1名。不过环境问题唔那是塑胶制品的第一项，海洋废弃物处理龙这个处理也真使人头痛。运输的那个成本太高，所以就开发了一个那个现象解溶的设备，棉花糖溶在水里面，变糖水运过来，那棉花糖95%以上的空气就飞掉了，就可以节省差不多80%的运费。将海洋废弃物处理网放入去无毒有机溶剂来甲溶解，搁经由吹流的方式，将这个溶剂加 PS 材质、加杂质分类炼制，最后溶剂的95%会当重复使用，分解出来的 PS 材质，搁会当做成再生的塑料，搁甲伫个设计竞赛当中得到第3名的好成绩。为103年开始，环保署每2年举办一届设计竞赛，参加比赛作品为第1年513件到即马的919件报名，希望会当为各界的创意发想当中，找到改善环境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乌鲁乌湖，过去因为遮有真丰富的生态，所以真侪人拢来遮观光。也毋过后来长期受到污染，水变甲真濁，冇遮侪塑胶粪扫。最近当地政府是派出警察去拼粪扫希望这个湖会使恢复过去的美丽。湖边的水拢无去，大家看到底内面拢是管啊、干啊，本来正清的湖水也落夹夹。这是南美洲玻利维亚西部的乌鲁湖，伊伫咧安第斯山脉海拔3700公尺，珍贵的生态景点，怎么变做塑胶粪扫场？ Así que yo me encuentro ahorita en un lago, pero de plástico.
乌鲁乌鲁湖是玻利维亚著名的咸水湖，伊边啊是世界上上大的盐盘，互人叫做天空之镜的乌尤尼盐湿地。这个湿地受国际公约保护，是著名的红火的栖地。这几年因为城市倒粪扫、采矿废水污染，湖面的水愈来愈少，野生动物也拢无去。2016年，佫拄到大火化，情形佫较严重。Nuestro lago Oruro, que tenía una dimensión de 214 kilómetros cuadrados, hoy se ve reducido a solamente 30 kilómetros cuadrados el espejo de agua, la cantidad de agua que existe. 环保人士讲，即马乌鲁乌鲁湖的水位，即个村全部用中的25%到30%，但是我继续恶化，恐惊会甲玻利维亚第二大湖瀑布湖同款，水位大地死亡。 Ça fait de la peine qu'il y ait autant de poubelles par ici parce que ça doit faire au moins 10 ans que ça s'est accumulé. Donc on va plutôt penser au futur et puis on nettoie et puis ensuite on va avoir plus de conscience pour l'environnement et on va éviter d'avoir besoin de faire ce genre d'activité. 当地政府四个出动500位警察、公务员、国家职工，也出动大型机具清理。希望虽然是较晚来的行动，又会当阻挡乌鲁乌鲁湖行向死亡。公司新闻是阮玲编辑。今仔暗头开始到明仔载，锋面通过，佮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佮东北部天气会变甲较凉冷。北部东半部佮有屏东地区，中南部的山区佮有马祖卖落淡薄仔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 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 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